到14节，腓立比书第3章第7到14节。若是兵所做我的利益，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是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也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事，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点伫，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伊的律法里，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神所赏赐的，互我捌伊，甲伊搁我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事，看会得通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个活，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走进前，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已经得到，独专门一项，就是袂记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用所猜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调来的手以上，就是咱要请曲牧师来讲道。曲牧师是新竹大专学生中心的牧师，伊讲道题目是灵性的检查，灵性的检查。兄弟姊妹平安，教师节快乐吼！咱特别伫这个日子内面，咱的老师哦，还是先讲教师节快乐。耶稣有讲，恁是世间的光甲盐，其实咱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人生的导师吼。特别是咱活出耶稣的形象的时阵，咱的性命来影响别人，咱嘛诚做是老师。不过袂当袂记伫，咱来超找上大的老师、上好的老师，就是主耶稣基督。伊诚做咱的主，咱的人生的伊是道路、真理、道路、性命吼，诚做咱的帮站。伊是，所以伫即个伊国外的日子、大欢喜的日子，咱嘛对咱的老师，就是主耶稣基督，献上咱的感谢甲娱乐。搁一摆，咱三家拗头来祈祷。听咱的主耶稣基督。阮要献上阮的娱乐甲感谢，互阮会通过一摆，甲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娱乐你。讲到即时，你的信心继续应允伫阮的中间，启示阮的真理，丰富阮的性命。阮过一摆献上阮的娱乐甲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求。阿门。要请问众兄弟姊妹，你捌做过身体健康的检查无？有吼，有一个有人研究发现，咱人吼会做迄个身体健康的检查，至少有3种的理由。头一种呢，就是会定期做即种的身体健康的检查。即种的人为着保养身体的关系，所以每一年也是若是2年吼。定期，伊到病院内面拨1天2天，特别做全身躯的身体健康的检查。这称作是头一个，就是为着身体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第二个理由是，就是已经人足无爽快啊吼，所以不得已到病院，就照着医生的吩咐，就去一项检查，就是哪巴肚痛，也是全身躯拢无力吼。就是安尼，哪无爽快，哪互人检查呢？这我称作伊是不得已的身体健康检查。那第3项呢？那即马咱的孙仔，还是咱的囝儿，有当阵要读册，去学校有诶爱身体健康的检查，还是讲伊要去做兵，还是讲要找一个新的工作。即个学校还是机构，拢需要一个证明你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即种第3种是称作是为着要证明你的身体健康，即种的检查。咱嘛知影讲，身体健康检查是一项一项的，
所以安尼照着一项一项来检查吼。那是为着要看卖身体有较健康嘛，啊，是倒一个方面是无正常的，啊，就要较特别注意着。今日咧，咱的周报内面，咱要有一个人性的检查表，伫周报顶第9页的所在吼，嘛有一项一项吼。所以透过今日的讲道内面，咱嘛要做一个咱的灵命上耶稣基督嘛，伊来要互咱有一个更较丰盛的生命。咱嘛来一个检查的时间，来看卖咱的灵命是有更较有好的所在吼，还是讲有欠缺的所在，咱来更较来认真来跑走这条道路吼。所以咱就即马照着这项一项来会通来看卖吼。头一个就是我有比过去的一年，我的心是毋是更较无上帝？我是毋是更较来较无上帝的话？较无上帝的同在，较无上帝的意志，我将上帝的话实实在在藏伫我的心内，加做我的帮助，甲勉励。耶稣讲，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是有好气的，因为因要得到饱。伫因的生命内面有永远的活迄个水泉要出来，甚至会通加做别人的帮助，加做正人的祝福。所以第一项，咱来想看卖，我有比较过去的一年，我搁较来行无上帝的话，行无上帝的同在咯。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我会通真心的讲，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希望甲决定是无共款的，希望甲决定是无共款。咱亲像讲，我希望才做一个好的学生，甲我决定，我下课了后，返去厝的头一项代志，毋是出去佚佗。我要改变我的心，我提醒先来写功课，也是斗3工厝内面的代志，然后才出去佚佗，也是做家己欢喜的代志。希望甲决定是无共款的，希望甲决定是无共款的。所以咱讲，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表示2项代志。头一个就是决定跟对耶稣，表示我无为着家己找任何的借口，还是找任何理由，无要跟对耶稣。我无要为着家己找任何借口，还是理由，无要跟对耶稣。咱来想看卖吼，一个细汉囝，伊无爱写功课吼，伊会想逐种的理由，也是借口讲伊无爱写功课，可能破病啊，无爽快，也是讲啊，我有其他的代志啦，啊有搁较重要的。咱来想看卖，一个无爱写功课的囡仔，其实会想逐种的理由吼。耶稣嘛知影咱的心，伊嘛知影讲，咱嘛会想逐种的理由。无来跟对伊，推迟足侪困难，也是好势，也是伊互咱的挑战呢。耶稣讲，看啊，既然有人要跟对我，你就无爱找任何的理由甲借口，你家己是一个，来真正来跟对我，真正来跟对我。你是毋是真正要愿意讲，无论拄着啥物困难，我拢爱开我家己是一个，我决定要跟对你，到我死迄天。所以决定要跟对耶稣，是无过为着家己找借口还是理由，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决定要跟对耶稣，嘛是表示我是全心一意的，我是全心一意的。耶稣讲，大心独独要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咱真正伫生命中间，每一日的生活中间，真正将耶稣放伫第一位吗？还是讲无？我先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这耶稣莫吵，我先也家己做主吼。所以我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就是专心一意。
将耶稣放伫性命的第一位。第二个，我是毋是有培养一个帮助我会通灵命成长的所在、好所在？咱拢知一个农作物种植，若是要生长好势拢需要水、太阳、甲养分营养来培养。咱嘛知影讲，咱培养细汉囝还是孙仔，若是要好势，爱互伊一个好的环境，也是教育。咱的灵命嘛需要有安尼好所在，互咱会通真实来表达咱的好的所在，甲咱软弱的所在，有人鼓励、勉励，互咱无累志，鼓励咱迄个正确的方向，较去跑走，还是讲挑战咱讲，你已经决定要跟对耶稣吗？还是会通用疼心讲出咱所做毋着代志的所在？还是讲你即个时阵，搁爱找理由啊？真正去面对咱的软弱的所在，有安尼的所在吗？有安尼培养咱生命成长的好所在吗？若是无，咱有责任大先诚做即个好的模范，去培养即个安尼好的灵命会通成长的好所在。有可能已经伫咱的教会，已经伫咱的小组，还是伫家庭礼拜的内面，咱有安尼陪伴咱来跑走即条属灵的道路、信仰道路内面彼此的相贴扶持的好所在。咱会通诚做第一位，咱嘛爱主动诚做即种的朋友、甲亲人。这是第三个，第四项。我是毋是哪来哪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我是毋是哪来哪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咱嘛知影讲身体健康有一项爱检查目睭看即马你的目睭的健康是安怎伫路加福音嘛有记载讲，身躯的顶就是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若是金，就通身躯嘛也光。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起来。换一句话来讲，若是咱用歹的目睭，还是歹去的目睭看这个世界，咱才知影讲用歹的目睭，还是无好的目睭看这个世界，看物件就是歹还是无好的。若是咱是用迄个耳朵，还是讲就是有偏见的目睭，还是怨恨的目睭，看人，还是看代志的时阵，咱安怎看，就会造成咱安怎想代志。直到咱会付出的行动，就是会无共款。你安怎看，会决定你安怎想。最后既然是决定你要安怎去付出做一项代志。所以，咱是毋是用上帝眼光来看人，看咱的亲人，看咱的同事，看咱的同学，还是老师，甚至看咱去买菜，还是讲去上班的路上，看去迄个身份人的时，咱是用啥物眼光来看遮的人，看遮的代志？咱会通来操练甲锻炼。若是咱看到一个人经过咱的身躯边，咱会使心内对上帝祈祷讲：上帝啊，这个人是照着你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人有伊的家己故事甲名，甚至主要所祈祷，已经为着伊的罪钉一个十字架顶，这嘛是上帝所疼的人，甚至有可能是咱主内兄弟姊妹，伊嘛是上帝所创造的。透过这，咱来三甲来学习。对平常的内面，咱三甲来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甚至有当中嘛用上帝的眼光看家己。这是第四项。煞者咱来看第五项，我是毋是哪来对上帝哪有信心？我是毋是哪来对上帝哪有信心？
咱诚做一个基督徒，毋是讲咱袂拄着其他的困难甲患难。不过，咱甲其他人共款，咱会拄着困难甲患难。咱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伫啥物所在？上帝想赐少侪礼物互咱，咱拄着遮个代志时，咱用无共款的眼光去看遮个代志，无论是苦难的代志，还是世界的价值观，看遮个代志的时阵，咱发现咱有基督的权柄，这是一个礼物。伫迄个患难中间，咱知影讲上帝诚做咱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咱会通仰目就算我们可以举目看山吼，看那个创造天地海的上帝吼，咱会通了解讲，伫迄个困难的患难的中间，上帝毋若是给咱基督的安尼好的礼物，迄个权柄，而且还有一项上帝应允。伊讲，无论拄着啥物困难甲代志，你伫倒落，上帝都甲咱相甲伫地，因为伊的名是以马内利，这是互咱甲其他还未信主，也是体会着上帝的疼的兄弟姊妹无共款的所在。咱嘛有责任，甲咱的兄弟讲，你有一个好的礼物，你会当祈祷，甚至上帝应允好的应允互咱，就是无论拄着啥物困难。还是啥物代志，上帝甲咱相加伫地，就那亲像今日所带领的时光内面，上帝疼咱疼命惜命吼。虽讲行过死荫的山谷，咱嘛毋惊灾害，是因为上帝袂放咱孤单一人，上帝甲咱相加伫地。虽讲有可能即个患难是发生伫咱所疼的囝儿，咱所疼的人的身上。老实讲，特别是发生伫伊的身上的时，咱的迄个痛苦是搁较深的。咱犹原伫迄个内面，会通讲，咱会掠着上帝讲，你应允你的疼，永远甲咱相甲伫地，甚至到咱有一日来相见面，伫天顶相见面的时阵。所以第五项，我是毋是对上帝哪有信心？第六，我是毋是比过去的一年，愿意来相加分享，付出互别人，甲别人相加来分享，付出互别人吼。伫马太福音有讲着，讲恁的财宝伫遐，你伫啥物所在吼？恁的心嘛伫遐吼。5年前吼，我来到大专来服侍吼，因为我服侍的所在吼，就是校园吼，我负责任是苗栗的所在，所以呢，我有的学校伫海边，有的学校伫山顶，有的学校就是我去的所在吼，我坐公车也是坐火车去哦，因为我租厝伫新地的所在吼。所以后来上帝恩典，互我会通买一台车吼。我会记得有一届我去讲道的时阵吼，我找袂到迄个会停车位吼，我就想讲哦，红线毋知会通停无，还是黄线吼？我就凊彩先，因为时间就是路上迄路塞车行去教会袂赴，我就停边仔吼。你知影我囥了后吼？我伫讲道时，我就心内一直想我的车，迄个新车毋知会安怎吼，所以也是讲哦，就赶紧礼拜了后去看迄台车吼。你的财宝伫啥物所在吼？你的心嘛伫遐。所以耶稣嘛讲着，恁要服侍上帝吼，煞服侍真经济吼。伫迄个耶稣讲，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吼，又侍奉马门。马门是金钱，毋是讲趁钱无好吼，是耶稣邀请讲，莫互迄个金钱诚做就是诚做你的主人，莫互遮个金钱诚做是你的主人吼。咱要知影讲，咱会当有工作，
还是讲有遮个经济，是上帝灵敏甲稳定赏赐互咱的，真正是上帝灵敏赏赐互咱的。所以，咱是哪来哪了掉迄个金钱甲财宝，还是讲咱知影用感恩的心放手遮一切，来感恩上帝吼，去帮助咱的兄弟姊妹。第七项，我是毋是哪来哪愿意来遮来别人吼？咱知影讲是一个吼，若是你的手拍开吼，嘛是一个吼。伊是一种邀请，就是一种邀请。耶稣你来，你会当放落你心内重担，来亲近耶稣基督。伫耶稣的时代，有以爱军队耶稣的人，嘛有一寡讨厌耶稣，甚至恨耶稣到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顶。遮个讨厌耶稣，甚至对耶稣心内有埋怨，甚至有恨的遐个人，因心内上看袂过去的一项，就是耶稣竟然甲因遮个众人讨厌，甚至死拢无愿意甲因三个伫做伙食饭的人，食做朋友的人，既然耶稣去因兜食饭，甚至耶稣邀请因去到因兜食做朋友。耶稣所做也是伊所期待咱去做。保罗讲，彼此的接纳，那亲像耶稣已经接纳咱同款。因为咱知影，大神是耶稣接纳咱是有罪、有软弱的人，所以对到咱嘛愿意拍开咱的手，来接纳别人。这是咱三个来学习的。第八项。我是毋是哪来哪愿意原谅别人？听到原谅这个字吼，老实讲，这是耶稣互咱上困难，嘛是上无自然的功课吼，甲命令，甲一种邀请。不过耶稣无对这项代志讲。你免做这项功课，伊坚持讲，你着爱彼此的原谅，彼此的相待。原谅毋是讲放遮个代志放袂过去，而是讲当做即个伤害代志无发生过。原谅表示讲，我承认有一个人伤害我，还是即件代志，互我足无助的，甚至。足侪怨恨，足生气的。总是安尼，我决定无要将即种的伤害，还是即种的怨恨，破坏我甲即个人的关系，还是讲我继续将迄个艰苦心，还是讲无助、生气，停止伫即个所在尔。有可能是一个月、半年、一年，甚至有可能3年、5年。我无要继续停止伫这个所在，我想头前来行，有可能无，因为遮个代志一定藏伫我的心内，所以原谅是讲，我想要头前来行，我性命要继续定心，毋是停止伫遮。所以原谅嘛表示一个，我接纳我有伤心，我有怨恨，我受伤啊。不过我想要头前行。我要继续头前来行，我要行过这一切，继续要超找，甲迄个伤害我的人的新的可能性的关系，是一种新的关系。因为咱嘛拢知，会冤家的，也是讲伤害阮的，拢是阮所在意吼，也是在乎的人，也是讲是真好的朋友，也是讲。阮有培养的这样好的关系的人吼，因为我们在乎他们对我们的想法，在乎他们对我们的肯定吼，所以原谅是意思讲，我要行过这的一切，我要头前行，来超找一个，甲伊有一个好新的可能性、新的关系开始吼。有一摆
注意哦，小朋友吼，伫冤家吼，每一届冤家的时阵吼，老师拢会邀请做毋着代志这两个囡仔吼，来到因头前吼，伊就看到讲吼，着受伤啊，还是咧哭啊、流鼻涕的这囡仔来到你面前，老师伊拍我，还是讲伊安怎吼，咱都知影冤家吼。老师听了因互相的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代志了吼，伊就要求讲做毋着代志爱迄个来讲实地吼，对不起哦。伊就听到即个小朋友甲另外一个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吼。你就想讲另外一个安怎吼？你就看伊个受伤的所在流目屎吼，搁安尼啼哭。然后你就听到伊个说讲，好啦，我原谅你啦。无偌久了后，食点心的时阵，也是下课，你就看伊两个人讲，这个游戏最好耍的，咱三家来耍吼。我继续去别个所在，讲咱就看伊叫笑眯眯吼，在笑吼，因继续行因的好的关系吼。那亲像，虽然你嘛知影讲伊的。目屎鼻涕游完伫遐吼，这互我足感动的。这嘛是耶稣所看迄个美好的时刻，稳定的时刻。等迄个讲不要紧，我原谅你。然后两个人佫继续去佚佗的时阵，是遮尼的水，甲美好的生命。咱嘛会笑讲哇，遮尔那好的代志。这嘛是耶稣毋望看到咱会当彼此的原谅，彼此继续相听。第9项，我是毋是哪来安那会当持守基督的生活？我是毋是哪来安那会当持守基督的生活？大部分基督徒吼，有人研究讲，大部分的基督徒每一工至少会祈祷1届到2届吼。不过，但是咱发现咱的祈祷毋是照着咱的期待，也是时间上帝回应的时阵，你会选择做啥物？你会选择做啥物？莫祈祷啊！不过有另外一个选择，继续祈祷。耶稣讲，就常常祈祷，唔通嫌。耶稣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毋是讲咱爱对上帝，一直纠缠着上帝吼，毋是讲咱伊掠着上帝，已经讲直到伊完成我心内所求的吼。咱愿意持守来祈祷，常常来祈祷，是因为要帮助咱继续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保持迄个关系，虽然有当阵咱的祈祷有埋怨，感觉无公平，也是讲上帝你哪会无照着我的意思？至少咱会当继续甲上帝讲话，继续甲上帝来保持好的，就是保持有联络，也是讲话吼。咱嘛知影，咱若是冤家的时阵吼，有当阵会冷战，无想要甲对方来讲话吼。咱来想看觅。一对夫妻吼，夫妻吼，那是因冤家，冷战不说话，一天，这个关系安怎？那是就不要紧嘛，一点点呐，平常时会冤家拢真相像。但是1个月呢，6个月，半年。1年，咱会发现，伊无讲话，就是迄个关系竟然哪来哪远。所以，兄弟姊妹，咱邀请耶稣邀请咱常常来祈祷，继续祈祷，互咱继续来保持这种。持守基督的生活。最后一个，
咱是毋是有半时间，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工？咱是毋是有半时间，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工？对即马现代的人讲，无闲是一种对人命的伤害。咱亲像每一工拢这无闲遮的代志，那亲像无闲真做是咱活伫即个世间的一种肯定，也是价值观。咱来想看觅，咱决定要跟对耶稣，跟对一个人，其实咱袂当走比伊较紧吼，甚至袂当走比伊搁较头前。咱跟对耶稣，所以咱嘛袂当走比伊搁较紧，走伫伊的头前。所以咱的生命内面爱半时间出来，来祈祷、灵修、甲上帝讲话，半迄个时间，互上帝奇妙作为，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工，伫咱的家庭来做工，伫咱的学校、工作的顶面来做工。所以这是最后一项吼。搁一摆，咱三家对头来做伙来讲，好无？咱对头第一项，过去一年我有搁较来靠无上帝无？第二项，我会当先接讲，我决定要跟对耶稣。第三项，我有培养一个帮助我灵命成长的所在。第四个，我哪以上帝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对上帝哪有信心？第六个，我愿意搁较比过去分享加奉献。我嘛哪愿意来接纳别人。我愿意哪原谅别人。我哪愿意持守祈祷的生活。甚至我愿意半时间互上帝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做工。好，即马咱完成一项的检查吼。对你来讲，今日的讲道，那亲像你会当纯粹是不得已的灵命的健康的检查，甚至有可能对你来讲是证明你的灵命健康的检查吼。所以有一种邀请，你会通摕即张转去，你定期1个月，还是2个月，还是讲半年、1年，你定期用这来做一种的检查。那我要甲你讲，恭喜你，就是你愿意定期为着你的灵命有一个健康的检查，甚至加做一个好的环境。你主动愿意加做别人的灵命好的朋友，会通做伙培养安尼好的环境来创造，就是伫这个内面吼，伫教会也是厝内，加做彼此的相挺表现吼。最后有要讲一项。就是检查上重要，毋是甲别人比。检查上重要，不是甲我比。检查是为着咱要毋忘，咱迄个标来跑走。咱毋是讲咱已经得到啊。就咱亲像今日的经文对咱所讲的，咱毋忘咱的生命搁较来健康，咱活出耶稣基督。这个时阵，咱三家后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会通认捌你，阮会通真做你的囝儿。因为主耶稣基督，阮会做你着赦免。阮嘛，我靠你要决定主耶稣基督时，互阮有气力，甲信心的同在，帮助阮活出你所欢喜的模样。恳求你继续带领阮的生命，时常定心伫你的面前。阮只是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